了白啊，即嘛时代无共啊，有人伫咧4年前检举高雄仁武区这间公司连续2天偷排垃圾水，环保局一个调查确实有影，罚这间公司540万。拢总3个检举的人，因为是检举公司相关的企业员工，符合分科时啊的条件，奖金提悬到3倍。去年底拢总发216万的检举奖金，会当讲是规台湾头一件因为检举偷排垃圾水摕到真悬奖金的案例。发现工厂正在排放废水，不是雨水，很臭。那收集排出来废水，但是现场的味实在是足插片的，互人用要挡袂掉。4年前，高雄一间公司互人检举偷排废水，环保局查证是事实，3名检举人嘛，伫咧去年底得到一笔200多万的奖金。总共有3个人。共同来检举，总共然后这个部分，这个发的这个检举奖金是全国第一件的这个检举奖金。其实，这间伫咧高雄仁武的公司，105年4月，互人检举，连续2天违反放漏水标准以及细流排放，互人罚243万甲297万，累积540万的罚金。嘛，因为检举人符合科西亚人的条件，才会当领到这笔悬额的奖金。它实际上是分期付款。分了好几期在付这个经费，那环保局就每一季，只要你缴多少钱进来，那我每一季来检讨，然后就按照你的一个比例来播放的一个奖金。目前民众检举违反水污法案件，查证属实，会当来罚10万块以上。业者一旦立案罚款，吸收的金额10%到20%会提来做检举的奖励金。这则案件检举人符合工厂现职，也是离职的员工，属于科西亚人的条件，奖金上悬会当提到60%。检举人总共领到216万的奖金，若是全国头一件成功来发高额水污染检举奖金的案例，嘛等于是互检举人伫咧过年进前提早领到一笔过节的奖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